靠着雷纳德20分助阵，多伦多暴龙今天客场120-100大胜明尼苏达灰狼，暴龙58胜24败，本季例行赛全部结束，也交出仅次密尔瓦基公鹿60胜21败的全联盟第2佳战绩。除了雷纳德 Kawhi Leonard 领衔进攻，台裔球星林书豪贡献8分与5助攻，范弗利特 Fred VanVleet 替暴龙添的16分，布谢 Chris Boucher 相助生涯新高的15分，另有13篮板，西亚坎 Pascal Siakam 与鲍尔 Norman Powell 各得10分。迪恩 Gorgui Dieng 与魏金斯 Andrew Wiggins 各替灰狼攻的16分，沙瑞奇 Dario Saric 15分9篮板，琼斯 Tyus Jones 则有11分与10助攻。上半场打完，暴龙就以22分之差大幅领先，第3节结束保持20分领先。第4节前9分钟，暴龙领先扩大到29分，中场前6分钟分差更拉大到32分。